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新竹的竹北因为有了高铁站，渐渐发展成现代化市镇，形成与其他传统客庄不一样的面貌。不过，在这都市环绕的客家庄，还有许多鲜明的生活轨迹被保留了下来，像是古意盎然的六家老屋聚落，灌溉农田的东兴圳，位于琼林纸寮窝的手工造纸，传承小农精神的绿荷塘，以及从文化环境中汲取创作灵感的驻村歌手及竹艺师傅。今天背包客就要带大家走访这个不断现代化的历史客庄。咦，前面的古屋传来阵阵歌声，到底是谁在唱歌呢？让我去瞧瞧。今天星期五，来到新华屋，这里有好多神奇的宝物。今天星期六，来六家溜溜，老的房子水准流过，欢迎新朋友。美好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幸福的路怎么走？请留下来陪我听风唱首歌，拥抱着纯真一步一步走，拥抱着纯真一步一步走，拥抱着纯真一步一步走。好好听哦！大哥，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这问你会不会有点傻？你从哪里冒出来的？吓到我了。因为我刚刚在这边逛啊，然后走到那边就听到这个声音，然后我就停下脚步，就觉得听到好好听哦。因为我是这边的那个驻村艺术家，就是我这边有个乐团，然后我就用这边的新华屋给我的灵感来创作歌曲这样子。我刚才写那首歌，就是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就是用一种比较 friendly 的一个方式，很有亲和的方式，让孩子们更了解这块土地上的历史跟他们的母语这样子。阿昌哥说，新瓦屋的传统氛围是他的灵感来源。不过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老屋没有跟着周遭的都市现代化，而阿昌哥又为什么坚持在这里驻村呢？像我刚刚看到一路外面啊，都好多高楼大厦。对啊，为什么我还是会保留这块土地，是保留原来的风貌？当初高铁开发的时候，就是这一带其实就是新华屋，其实要整个就是挖掉，变成像公园一般的公园，就是老房子都不留。然后他们就是几个人就看到这个，这边有很多这个老房子跟古迹，他们觉得新华屋还有竹北这边有一些古迹，特别是新华屋，他们觉得很有保存的价值。然后他们就去争取把这些生活的轨迹，譬如说你可以看到有泥砖屋啦，你可以看到有红瓦屋，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近代的房子，这些生活的轨迹通通都把它保留下来，它有一个历史感。那有历史感其实就是它承载的那个文化。那对我就是这样子创作的人而言，就是我们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的养分，然后还有人文的环境。原来阿昌哥被隐身在都市的旧时文化轨迹给深深吸引。接下来背包客难得遇见驻村歌手，一定要请他来教我唱一段客家歌谣。天公啊，天公啊，落水哦，落水哦，阿妹哦，阿妹哦，台灯草木，台灯草木，来到行水边，来到行水边，行水呀，行水呀，情又情，情又情，那踩在水中，踩在水中，秋来。秋来秋去，秋去，有没有很简单？哇，对啊！耐心的阿昌哥不仅教我唱歌，还教我弹奏乌克丽丽。背包客首次自弹自唱成功。
接着，我要跟阿昌哥唱一首深受在地小孩喜爱的客家歌曲。是饱满，おいしま给，是饱满，おいしま给，是饱满，这边没有了。类似香烟，是饱满，类似饭瓜饭，是饱满。おいしま给，是饱满，おいしま给，是饱满，类似法板，是饱满，类似罗皮板。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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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爱爱加一份。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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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爱爱草用来蹦发。融入在地文化与语言的客家歌谣真的很有趣，歌声中的情感也感动了我。背包客来到客庄，当然不能只是坐着，马上请阿昌哥带我逛逛他最喜爱的新瓦屋。阿昌，这个新瓦屋有没有你觉得自己比较觉得有特色的地方？有啊，就在这里。哦，就在这里。对，前面我看到好像比较是断垣残壁的感觉。对啊，就是这样才有趣啊。其实这里是林家，就是他们最早的那个祠堂，就是拜阿公婆那最早的时候，其实你看，我说他们就地取材嘛，有溪里面的那个大石头，然后拿来做底座，然后上面其实是奶砖木，就是那种夯土泥砖。有，我有看到。对，奶砖木。那以前最早其实是200多年前，其实是长这样子。然后后来才慢慢的，你看这边不是有一间是那个红砖屋，然后之后你又看到就是说，有水泥砖造的。水泥像后面这个。对，水泥砖造，后来就是翻新的祠堂这样子。那最后你就会看到这周遭就是慢慢的盖起一栋一栋的高楼大厦。有看到前面这个高楼大厦，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新瓦屋就是从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横跨200年。对，有我觉得好像走在同一个土地，可是不一样的时空里面。阿昌哥说，新瓦屋是林家先祖来到这里开垦的后期，因为子孙众多，才慢慢形成的新聚落，所以称之为新瓦屋。而这个全台唯一也是第一个在都市计划中被保存的客家文化保留区，刚好提供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阿昌哥还说，要更深入了解竹北，一定要找找灌溉农田的东兴圳。我拿起地图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刚好前面有在地居民，让我来问问东兴圳的故事。东兴圳是谁盖的是农民需要水，他就开一个小小的沟渠，然后需要水量大一点，又开大一点，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圳。这个圳就是我们称为叫东兴圳。这样。那阿爸，你可以带我去看一下这个东兴圳吗？可以。好，是在前面吗？就在前面。好啊，那阿爸你带我去。还好遇见阿爸愿意带我到东兴圳的水源环。阿爸说这里的水是来自头前溪，他接着要告诉我这个水圳如何用来灌溉农田。阿爸，眼前这个就是东兴圳吗？对，这个是盐环，水源环。那这个水源环来自那个头前溪那个引进来的，分为2条，一条是叫旧港圳，一条叫东兴圳。那么这边农田比较多，所以我们划分的它口比较大，这边比较少，所以口比较小一点。那附近的农田是非常多的，很多啊。像这条圳下去有1000甲公顷的那个农田。1000甲那很多很多。这边比较少，数百甲。所以这边的农田都是来自这一条水圳。对。水很大的时候，它可以控制所以小的时候它就把它打开来，就引进来。那这个就前面有一个水口它有控制水量的，引进来这里水再分叉这样。
哇，其实很难想象以前客家先民啊，怎么样去挖出这条水圳来的哈。对对对。为了让灌溉的水源适当分配，客家先民打造水圳时，透过分渠跟闸门来控制水源，真的很不简单。阿爸接着要带我去水便头，看看东兴圳的4个分圳。阿爸，这个水板条看起来好像一个公园哦，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哎。是啊，现在已经进步到这样啦。那高铁你看，我们过去都是农田，现在就变成高楼大厦啦。东兴圳一直往这边来，要灌溉之用，因此我们就分为几个水圳，第一个是叫高圳，第二个叫低圳，第三个叫做15朗圳，还有一条叫麻园圳。麻园圳因为高铁盖了以后就被取消掉。哇，其实现在像是新竹慢慢的这么繁荣啊，能保留下来这个其实是蛮可贵的。对啊，这个就是文化的遗留啊。都市中还能看到先民挖掘的水圳，建造水圳时的牒石也都保存下来，真的很可贵。跟阿爸聊天中，他知道我是从新瓦屋过来，就决定带我到最早的林家聚落去看看。我听说以前这里也叫做刘家总，就是6家庄，是因为以前这里有住6户人家吗？也是6户人家，可以这么说。林姓里面有6个祖先在这里分别定为6个地方，因此它叫6家庄，也是这样讲啊。那我是听说以前这边算是一个单姓的聚落，不是吗？对，这个是属于单姓的。他们都是姓林，所以来到我们6家庄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姓林，而且他讲的话是瑶平话，跟我们一般的海陆风都不一样。阿爸说，林家是北台湾最大的单姓客家聚落，到现在都还可以看到当时留下来的古迹。有历史悠久的林家祠，还有称为南北双厅、文武双举的问礼堂跟大夫地。问礼堂是林家的堂号，是林家族人用来开会与调解事情的议事堂。阿爸说，在都市中还能看到这么完整的老屋聚落，相当不容易，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以前就是用人来做这个棉不是啊，以前是用牛在拉这么重的石头人怎么拉得动？我们这已经做好了纸浆，那么就直接加入这个水槽中，手去搅拌均匀，放生进去，对，放生进去，平着这样提起来，这就一张，这样就一张纸完成了。新竹客庄保存的不只是传统聚落，还有当年客家先民引进台湾的造纸技术。这样的手工造纸已经很少人做了。听说在附近琼林乡的纸寮窝还有，赶紧去瞧瞧。我在门口看到3个字纸寮窝，所以这里为什么会叫纸寮窝？因为纸寮窝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琼林乡文林村的一个地方，它不叫纸寮窝。是叫做高箭头这个地名，因为我们的祖先呢来到台湾，在这里奠基，生下了6个儿子，全部都在这里造纸，所以造的纸量是北台湾最大的造纸的地方，就因为这样造纸而得名，叫做纸寮窝。阿爸，那是造什么纸啊？我们造的纸是专门做了给人家做金纸、银纸用的这个原纸张。卖出去，给人家加工做成金纸、银纸。那现在还有在造纸吗？现在是没有了，因为这个是那个日本皇民化制度的时候，限制台湾人不能够拜拜烧纸钱，所以这个纸呢造出来没有人家买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没有造纸。等台湾光复后，几家再造，造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这个
跟外面的那个机械生产的比较起来的话，没办法比的，所以自然到民国50年就没有做了，慢慢就没落了。对。原来手工造纸因为时代的演进，渐渐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虽然刘师傅现在不再以造纸为生，但他讲起当年先人们在这里造纸的盛况，依然津津乐道。我们祖先呢，是从广东潮州府的饶平县，原名叫做石井乡这个地方搬过来。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呢，4兄弟来台湾。来到台湾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跟这里琼林地区的最大的开垦户叫做江胜志，也就北埔这个金广福的祖先，当他们的佃农，当了30几年了以后，赚了有钱了，跟他们买下纸寮窝这一块地方。买下以后呢，那就因为两旁全部都是贵族林，他们就叫他们那个后代去到大陆的地方呢，他因为以前知道他大陆那个附近有这种造纸的地方，从那边把技术引过来。刘师傅说，手工造纸的步骤很繁复，首先要到竹林里去砍桂竹，再将竹子碾压成纸浆，然后经过压纸、晒干等过程，最后把一张张纸揭开才算完工。刘师傅还说，之所以用桂竹，是因为它的纤维较细，很适合用来制作纸浆。而纸寮窝这里还留有最早期压纸浆的工具——石轮。这个叫做早期的纸浆机。哦，纸浆机。对，为什么叫纸浆机啊？哦，应该这么说啦，古时候是没有机器，没有现在的机器。为了要让那个竹子的纤维分散，就必须要用这种石头硬的，跟下面也是石头，中间是软的，它一直在压动跟扭动，它有这个齿，有扭转的这种，所以它一直扭动了，那材料会被扭出外面来。工人是在外面把它拨进去，这牛一直在拉动把它压碎，所以叫做纸浆机。刘师傅看我听得一头雾水，有听没有懂的样子，就决定让我套上绳子，亲自体验石轮磨浆的过程。要弯腰啊，尽量弯腰，使力的向前走，用力的向前走，它就在动啦。这个石头的把那个竹子把它碾碎啦，所以叫做纸浆机。哦，原来是这个原理。对，以前就是用人来做这个粘。哦，不是啊，以前是用牛在拉这么重的石头啊，人怎么拉得动？原来以前是用牛哦。对呀。今天你体验这个牛的辛苦啦。你说以前都是牛拉，那为什么要叫人来拉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造型啊，有扭转乾坤、时来运转的含义在，所以让人来拉会转变自己的运气。哇，那我这样子是不是转越多圈，我今年的运气就越好？对呀，那我要多转几圈。经过这一番体验，能体会到早年造纸真的很辛苦。不过既然刘师傅说转石轮能带来好运，我再辛苦也要多转几圈。磨好纸浆，接着我们就要进屋去将纸浆压成型。现在要做纸的时候，我们这已经做好了纸浆，那么就直接加入这个水槽中，手去搅拌均匀。拿着这个工具直接往水里面45度往下，斜着插进去。为什么要45度？才能够捞到纸浆啊！放深，放深进去，放深进去，平的这样提起来。对了，这就是一张纸啦，非常的漂亮。这张纸做的不要滑动，不要滑动，因为它还没有那个稳定，你不会晃动它。我也要把那个水沥干。不需要，你拿过来拿过来。习惯动作。拿过来把上面的框框拿起来，这块木板直接压下去，连下面的框框180度把它翻转过来。好，就用吸水布把这个水分吸干。
是用平的压，不能用搓，要平的压，哎，不然那个会破掉。它不是破掉，你是把那个纸浆弄散了，弄散了。有水，这个已经有水了，那你就把它这个换掉，这个水把它扭掉啊，像水把它扭干，再来第二次已经快要干了，因为吸水布有它一定的那个吸水的量，你稍微看一下，它已经有白色了，就是水分已经那个快干了，你就尽量的把旁边把它那个擦干一点，这样就已经可以分开了。好，你那个就在旁边摆着，你这一边压着，一手压着这边呢轻轻的，你这边轻轻的这样提起来，哇，这就一张纸了，这样就一张纸完成了。对，拿去晒太阳，晒干了就一张纸了。哇，现在做 DIY， 对啊，就这么简单啊！但是虽然是很简单，你要考虑以前的这个人，从原料到这个程度是非常辛苦的。哇，小小的一张纸啊，其实是得来不易的。从这个材料的采集啊，到它的制作过程，到最后这整张纸的完成，其实是真的非常的辛苦。那我觉得今天的体验下来啊，让我了解到啊，就是最难的部分啊，其实就是早期这么辛苦的艰辛的这种环境，然后再制作出纸的话，其实是会现在如果我们用到这张纸的话，会非常的感动，对啊。对呀，所以说大家要尽量的爱惜纸张，珍惜纸张。哦，今天谢谢阿爸带我体验这个造纸的这个过程。纸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物品，但是在早期要经过繁复的程序才能造出可用的纸。今天能够亲自参与手工造纸，我深刻体会到先民造纸的辛劳，难怪客家人对纸如此珍惜。往后我也要好好珍惜纸张才行。那你会看到说，现在外面啊都是很先进的大楼，对不对？对啊。那以前这边所看到的这边啊，都是稻田，怎么样？我怎么样？三角形，对不对？好，两个有一点难度，把它粘在一起。对，我把它粘成一起了。OK， 好，没关系，我们都有过这个过程。离开竹北纸寮窝，在6家林立的高楼旁边，却看到一块农地。都市中竟然还有人在耕作，这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阿爸太子，你好好。嗨，你好。你做嘛改啊？哦，桂番薯。哎呀，挖地瓜。哦，现在在挖地瓜。对，没错，准备要挖地瓜了。我可以帮忙你们挖地瓜吗？好啊，好啊，好啊，我们正缺人手的。好。对，来，东西放好哈。好啊，现在是我要怎么帮忙你们呢？哦，我这边呢，哈，我会先把这个藤啊，好，那先把它割掉。割掉。哎，好。哦，上面的这个叶是要把它割掉。对，这个不能吃。那个藤，这个老藤了，哎，那现在这些地瓜宝宝都在这个泥土底下。哎，我有看到了，这就是地瓜哈。看到，对啊，因为这边的地瓜种了4个多月了。4个多月了，所以现在啊，就是要把它采收起来，而且正成熟好吃。太子，我很好奇，是我刚刚一路走来啊，我就看到附近都是比较高楼的房子，然后比较像市区，然后竟然这里还可以体验到这种农村的这种种地瓜，是为什么这里会有这片土地可以种这个农作物？哦，其实在这边土地上啊，可以种地瓜，其实它是有故事的。那你会看到说，现在外面啊都是很先进的大楼，对不对？对啊。然后这边呢，怎么会有这么好有一块田？那以前这边所看到的这边啊，都是稻田，都是稻田哦。你说这一片吗？都是稻田。对。连这个房子都是稻田。没错，在6家这边以前呢，都是很多稻米的地方，种很多稻米。那等于说是有大新竹的谷仓之称。那这边呢，我们现在看到非常难得，因为这个区域啊是高铁特定区。
那所保留来的唯一的一个稻田哦。所以其实保留这个土地最大的意义，是不是就让这些来这里体验的人可以体验到以前农耕的生活，然后还有当时的乐趣，没错，还有回到像比方说这附近比较算是看起来比较像是都市，比较繁华，可是其实保留这种农村的感觉。对，没错没错。秋月姐说：“不要小看这块农地，因为有它，在都市生活中的我们，才有机会深刻体会早年农作时的辛劳，也能更拉近人与土地之间最原始的情感。”看着阿爸在一旁挖地瓜很有趣的样子，我不禁手痒，也想挖挖看。那我赶快请那个阿爸教我怎么样挖。好，来。是直接是往最底层，然后这样往下由上挖起来。我挖一下给你看哈。好，这样挖哈，不会挖到地瓜。它会拉到地瓜这里，不要挖，这样拉。没有？有没有曾经就是真的用力一劈，然后就直接切到地瓜？会啊，这样一切就断了，所以你要省的。哦，哇。我有发现那个地瓜是不是它都是在下面一点点，所以我只要再挖底层一点点。对，没错没错。好，我来试看看。好，很重哦。好。然后往内往后拉。哎，往外拉。哦，然后看到这好多蚯蚓还在爬动。啊，有。哇，那代表这边是真的没有撒那个任何东西跟农药的。对。哦，再往上挖起来。好，然后再把它拿起来。对。哇，恭喜！哇，原来这就是人生中的第一个，对，我第一次挖地瓜。不错，很丰收吧？有，我自己挖了好多颗了。是啊，好有成就感哦。没错，就是慢慢长成的。哇，这地瓜其实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没错。其实啊，这个真正熟成的地瓜啊，它可以透过用蒸的，用烤的，好。那当然呢，还有一种吃法，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好啊，是什么吃法？可以生吃。啊，生吃吗？然后生吃之前，我教你怎么样看，说这个地瓜吃起来已经有甜度了。哇，好啊，我是没有生吃过地瓜哎。OK， 哦，来，这个可以生吃哎。这个你刚刚挖好的地瓜，对不对？好。哦，是直接剥开来。看，你有没有看到颜色？有什么颜色？它里面有一点点红红的。没错。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地瓜已经有长出来，很兴奋想去，可是它如果还没有出现这一个，好，有没有？你刚刚看到的点，一个像圈状的点，对，它是还没有甜的，而且你那个地瓜来蒸的时候还水水的，那这时候这个地瓜就是有它的甜度，有它的香度了。哇，原来地瓜可以生吃哎！刚刚胎记说啊，这个里面只要有一圈红红的，就代表它咬起来是非常的鲜甜的。好，那我现在来试试看看哦。哦，好脆哦。对，而且你会感觉到那个食物的鲜甜，有一种鲜甜，然后脆脆的口感。对。而且我觉得它咬起来的感觉有一点像吃到那个甘蔗，它慢慢咬，慢慢的那个稀释，然后慢慢的这样子的那个嚼劲，很像甘蔗。没错，我们再咬一口看看。好，对不对？很像甘蔗。拿着刚挖好的新鲜地瓜，原本想烤地瓜吃，但是秋月姐说，先别急着烤地瓜，有比烤更好吃的料理方式。她说的到底是什么呢？秋月姐。刚刚说比烤地瓜更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啊？你猜呢？煎、煮、炒、炸是哪一个？猜对的一样，就是煮。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黄金汤圆。黄金汤圆，哇！我发现秋月姐啊一直在卖关子，没关系，做了就知道。好，那这个黄金汤圆第一个步骤是要什么？哦。刚开始呢，我们就是一定是用当季的这些地瓜，好，那也加入了一定比例的南瓜，那这两个呢都是快乐的食物，所以我们以这个为主要的馅料。就是我们刚刚采的这个地瓜。没错，然后它必须要先蒸煮过，好，就把它蒸熟。好，蒸熟就可以。里面有地瓜跟有一些比例上的南瓜。蒸熟看起来就有一点点的软软的。对，它看起来很软。对。然后那现在是软了之后，把它蒸熟后呢，我们把它
就是一个是主要是地瓜的材料嘛，再来就是我们用纯的那个番薯粉。哦，番薯粉。对。为什么要用番薯粉？因为过去过去都是用糯米，我们吃到的都是糯米汤圆啊。然后像家中的阿公阿婆他是可能怕老人家吃了会胀气，所以呢就不能多吃，或吃了有时候会怕消化不良。所以用番薯粉会比较健康。对。也就是说，吃糯米不能吃太多，然后用这个地瓜，而且它吃起来比较香，比较健康。对，那吃起来呢，那当然呢，汤圆它可以煮成甜的，像我们吃的一些黑糖的也好，或者是加入红豆汤也好，然后这个是可以煮成甜的，当做点心。然后另外呢，我们煮成咸的。咸式的汤圆，对啊，这个也可以煮成咸的，可以的。然后现在就开始把它搅拌，对，道学你也可以动手做做看，把它搅拌均匀，把它搅拌均匀。当然这时候也还会热热的，所以我们透过像饭匙也好啦，或者是把它平均的，把它拌匀就可以了。那这个比例是要怎么算？其实就是很好记。我们每一种比例都是等量的比例，比如说我们地瓜产出的时候，我们1斤的地瓜，那再加上南瓜1斤的南瓜，再加上我们最单纯的这个番薯粉1斤，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可以来做出来了。都是1比1比1。对，没错。所以这个要搅得很碎吗？对，就像我们揉面团一样，一定要揉到非常的平均。对，好。所以要把这个粉全部都把它平均的弄在这个地瓜里面。对。秋月姐说，地瓜汤圆好吃又好消化，搅拌了一会儿，总算把地瓜、南瓜跟番薯粉都和均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揉出圆滚滚的汤圆喽。通常以前妈妈带我们做汤圆的时候，这个角色通常是妈妈在做的，因为我们小孩子不太会分，我们只喜欢揉。只喜欢揉。好，那分好以后呢，这一些呢，就可以放在手上。那刚开始我们小朋友不会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一个揉，把它揉圆一点，揉成汤圆的样子。对。那再来呢，我们稍微可以体会一下2个的时候。2个吗？好，我也来挑战。就一样，还是可以把它揉。怎么样？我揉成一个三角形，对不对？好，2个有一点难度，是把它粘在一起了。对，我把它粘成一起了。OK， 好，没关系，我们都有过这个过程。我再试看看。你再来2个吧。再来2个。那我来挑战3个吧。好，来。所以最高挑战几个过？我3个。3个极限。对。我知道诀窍了，我把它分开来一点点揉。对，它就是把它分开揉，一点点揉就可以。对。不会像刚刚粘在一起。对。哇，成功了！恭喜！所以不难吧？不难，我现在来挑战那个秋月姐的3个。我3个变2个了，因为它那个揉的那个空间更小了，所以有点难。原本以为揉汤圆一定很简单，但要学秋月姐一次揉3个还真不容易，需要多加练习。接着秋月姐说，她父亲在她小时候做了一首可爱的汤圆诗。下雨天，客家话是落水天。落水天。闲是闲，就是空闲下来就是憨嘿憨。憨嘿憨。上家下屋，就左右邻居。上家下屋，穷下一起。穷下。弄板燃。弄板燃，弄汤搓汤圆。弄板燃，对，然后一起话家常，穷下法家燃，穷下法家燃，不必不觉，不知不觉，脑河一台pan，脑河一台pan就很棒了，对。然后我们准备好料理，配好料理，配好料理就是煮好的嘛，咸的嘛，端出来的嘛，大家吃了大家吃了和乐又团圆，大家食了歡樂又團圓，大家食了歡樂又團圓，對，所以大家食了團又團圓，對，又團圓，團圓，團圓，
等于说哈，客家汤圆不管是在喜庆宴会也好，等于说婚丧喜庆都常常会准备，比如说在餐前的一个点心，好，那当然呢，我们喜欢用汤圆来表示圆满，表示大家团圆。对。哦，所以不管在前面后面都有这个汤圆，对，就是团圆又美满。所以客家人很喜欢用汤圆来宴请客人。象征圆满团圆的汤圆揉好之后，再加入客家汤圆的基本配料，煮熟之后就可以上桌了。接着我就要来品尝秋月姐融合传统客家味与创意特制的客家黄金汤圆。哇，好香哦！我已经闻到那个就是客家汤圆必备的那个油葱酥的味道了。对。油葱酥哦，是我们最后那一道秘密武器。对啊，只要有加这个，一定就是客家的汤圆，就是那个味道就会提出来。对。好，那我赶快来试试我刚刚搓的这个地瓜汤圆。好啊。哇，它外表看起来好透，好像那个果冻哦。对，非常的亮。对啊，看起来颜色就是黄金色，有，对不对？非常闪闪发亮的黄金汤圆。原来黄金汤圆是这样命名来的。对。好，那我赶紧来试吃。对。哦，它的那个皮好 Q 弹哦，而且啊，它是有一点点那个咸中带甜。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加入的这个也是新鲜的一个高山的高丽菜。那高丽菜本身也有鲜甜，所以在这个汤头里面，它可能不需要太油腻的一个汤，那它也可以呈现说，这一碗汤的一个清爽，跟客家汤圆的好吃。好，我来赶紧喝看看。它喝起来好清爽哦。对。而且它喝起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那个蔬菜汤，对，因为没有那么的重跟咸。因为我之前喝到的客家汤圆都会比较重一点口味，可是它其实喝起来就是淡淡的，可是有那个地瓜跟那个蔬菜的鲜甜味，没错，所以非常的清爽。对，除了这个汤头的清爽，那我们吃入了一些当季的这样子的一个蔬菜，所以呢，我们也等于说是很健康的吸收到这些地瓜蔬菜的养分。对，我又想到还有一句客家话，就是嘴嘟嘟是台饭酥，就嘴巴嘟嘟的，有点像要生气的样子哈。那吃大番薯，嘴嘟嘟是台饭酥，吃台饭酥，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嘴巴翘翘的，就表示你可能要生气了，所以我们来逗逗你吧，来吃个大番薯吧。对，就是生气的话，然后就是要逗逗你，拿那个番薯，它气就会消了。对，嘴嘟嘟吃大番薯。对，那再来呢？好可爱的谚语。吃这个汤圆，我们就是吃了和乐又团圆，就大家是聊福乐又团圆，和乐又团圆，福乐。follow 又团圆 ，follow 又团圆，对，吃完了就 follow 又团圆。对，所以我们今天不只吃到快乐的食物，我们学到客家的一个谚语。对啊，我觉得这个谚语好可爱哦，嘴嘟嘟就来吃个番薯。好，品尝完美味的客家汤圆，看见桌上还有一碗汤，眼尖的我马上就认出是最传统的客家料理——福菜肉片汤。趁这个机会，我想请教秋月姐一个我藏在心中很久的问题：为什么福菜都是装在酒瓶中呢？酒瓶，好，然后其实它到后面的时候是把它紧压，好，然后再把它盖子盖起来。那这时候呢，我们全部用好了，我们会把它倒盖过来，就是覆过来，就把瓶子倒过来。所以它是不是有一个覆盖的意思？对，好，那是不是有象征的福等于富？那个富菜的富等于福气来了，那福气来到我们家，所以又有吉祥的意义。好，哇，原来这个抛出来也有吉祥的意思，倒过来，那再来呢？对，我们也发现这个风味，因为它透过这个酒瓶啊，那你倒盖的过程，它呈现是真空的状态，那可能会有多余的一些的盐水，它会溢出来，那个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就倒盖以后，那再经过1个月，好，还不要打开来吃哦，大概最少要经过3个月。好，那如果放上半年，那现在这个是放了多久？放上半年，放上1年，这个我们特别挑选过，是放上9个月以上的。9个月以上会味道会最好，风味会更不同。
吃了放置9个月的美味福菜，贴心的秋月姐还准备了我最爱的极酱，让我沾肉片吃。在这都市中的田园，同时品尝传统汤品跟创新地瓜汤圆，真的很享受。我把贵族已经做出很多这个东西，像这个鸟啦，还有这个这个螃蟹哇，蟹啦，这个竹蟹是我削出来的一节一节没有浪费掉，剪出来就用那个小的铁管弯成这样。把它弯。那现在我们要把它给它那个这个压给它是本来脚直直的嘛，我要脚弯下来，利用这个手把它弯下来。跟秋月姐聊得开心，天色也渐渐晚了。走到室外，却看到挖地瓜的阿爸正用竹子在制作艺术品。原来阿爸不只擅长农作，更是在地知名的竹艺艺术家。阿爸，我看你现在是不是在做，好像是一只动物的感觉？做竹鹤。竹鹤我有看到这个头。我就是弯那个头，做竹鹤。而且这竹子嘛，因为我参与全国那个竹艺竞赛的时候，长官给我一个提示，他说在地文化、在地产业，所以我住在新竹，我就以竹子为主，给竹子赋予新生命。下面挂号叫新竹，刚好有呼应到新竹。这在地文化、在地产业。阿爸，你是以前就开始做这个竹制艺品？我以前做的不是这个竹艺综合类，我是做竹编，做那些东西。那个竹编会比较复杂，比较多人做那些东西，所以我改成这叫竹艺。把竹子削成艺术品。那这个竹艺用的这个竹子是跟竹编有一样？贵竹那个竹编的竹子不是，竹编是长木竹，然后我这个它要节比较长的可以劈的，而这个贵竹是比较耐用，然后比较坚硬，做出来形状会比较有韧性，比较有那个。你看这个我记得就是竹子啊，它是有分，就是好像要几年以后会比较好用。那这个是几年？3年竹。3年的。3年竹那你好内行。4年竹会枯萎的，韧性会比较不强。2年以后的3年的竹子最好做，因为太嫩也不好做。太嫩不行。这样做出来蛮有意义。我把贵竹已经做出很多这个东西，像这个鸟啦，还有这个这个螃蟹、竹蟹啦，这个竹蟹也是我削出来的一节一节没有浪费掉，我把它修起来装起来放的。像这个也是用烤，但是这个烤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比较小的管子，所以阿爸这个也是用削出来的吗？剪出来就用那个小的铁管，弯成这样。把它弯，削细之后，然后用这个弯成这样，把它弯。下雨天没事干啊，边看电视边装这个叫做竹蟹，2个在一起，我可以给它写作蟹谐音啊。阿爸说，客家人与竹子的关系很紧密，许多生活用具都是竹子制作。长期耳濡目染下，他才开始创作竹艺。欣赏完阿爸的作品，我也想试试看能否做出一个竹艺作品。那阿爸，你可不可以教我，就是烫这个，把它烫完？可以。来，你过来。好。要夹在坐在这个杆子上，坐着杆子上做到。没关系，我不要做这个。好，像这个竹子比较干了就烫的程度坐在杆子上。这样抓的，给它弯，不能一直压下去压的时候看它，一直压会怎样吗？它会着起来啊，会必然也会烧起来，也会啊。要给它中空气这样压。对。
好，那我压这步，这是压这个头，然后再不，你这个压这个头是这个方向，然后要翻回来，这样压它是反方向，它才有 S 型啊。哦，一个弧度。哎，好，有个样式啦，好，再修整，方向要搞正。这个是要往下压，这个是往上拉。好，我试看看，往下跟往上，这是往下。对，哇，你很巧呢。然后那个是往上，按。OK， 好，你看，这样，我们看有一个形状啦。有，看这样。哇，这样经过这个温度之后啊，真的变成一个非常 S 型的一个服装。所以你现在给它冷却，它没有急速冷却，有的时候它还会弯出伸直来，还会伸直来。好，那现在，然后现在我们要把它给它这个压给它是本来脚直直的嘛，我要脚弯下来，利用这个手给它弯下来要。原本简单的一根竹片，经过刀削火烤，压出心目中最完美的动物造型。为了让它能够顺利固定，要赶紧将烫过的竹片放入冷水中，最后美丽的竹鹤就完成了。其实啊，我非常喜欢这种竹艺品啊，因为它是非常有温度的。那它是要靠就是人工啊，像我们刚刚这样子一点一滴的把那个弧度用出来。而且啊，其实它看起来很像一个装置艺术。那其实我觉得它也很像一个便条夹。像只要我有那个纸啊，我就直接从嘴巴这里这样放进来，然后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便条夹。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艺术品。除了竹蟹跟竹鹤之外，阿爸的作品还有可以维持平衡的竹蜻蜓、竹片做成的动态体操选手，以及能够发出声音的竹制乐器。身为背包客，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些手工艺都学起来。昔日水圳交错的客家谷仓，如今已是高铁穿过、大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竹北的变迁记录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令我最惊喜的是，在这里生活的客家人，无论老少，都携手守护文化，保存了东兴圳跟六家老屋聚落，也保存了传统造纸技术，透过小农体验、艺术创作来活化客庄。这趟来竹北，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动。